32歲嘅印容14年前嚟港，而家喺美孚打工，係佢嘅第2任僱主嚟。據悉，佢早排喺鄉下買咗笪地，準備年底結婚。尋日朝10點，佢約埋6個同鄉去石澳大頭洲，沿住海角郊遊區岸邊嘅小徑一直行。當時落緊雨，風高浪急，但佢照同2個 friend 行落礁石度影相。點知呢一張就成為佢嘅遺照。突然有個高過頭嘅瘋狗浪冚埋嚟，一下將佢扯出離岸幾十米嘅海面。睇住佢出事嘅同鄉唯有報警。水警輪喺離岸近8米嘅海面，將面色蒼白、只有微弱呼吸嘅佢救起，可惜送院搶救後不治。而死者嘅僱主就話，本嚟月中就會返印尼探親嘅佢，為人好好，早就當成係屋企人一樣，就算年底約滿都會續約。又話之後會同中介公司傾下身後事嘅安排。而印尼駐港領事館就話，已經通知死者家人，又會視乎家人嘅意願安排佢哋嚟港認屍。佢就話，印尼信奉回教，對殮葬有嚴格要求，一定要保存原屍，運返當地。因為我沒有太靠近，其實也不是很怕。直至晏晝，天氣好返啲，有唔少遊客都喺出事嘅海堤礁石度影相。因為我哋都唔會落水啊，所以覺得冇乜問題。但有漁民就話，白頭浪可以高成2至3米，隨時將岸上嘅人捲走㗎。